我的心静静，全无听候上帝。我的拯救是对伊来，独伊是我的石盘，拯救我的，伊是我的关台，我袂大摇动。请咱三甲来吟诗俄罗上帝圣诗第27首。我主上帝，会众请起立。主上帝，我若成就那荣耀，你的成就所做一切工程，看见世事，我听见泪的响声，有着充满你奇妙的工程。心出声，有路上的生命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我心出声，有路上的生命，你真伟大。请游玩徛地，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来祈祷。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伫定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愿日时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赦免过阮的人。勿是错阮日次，就叫阮脱离咧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煞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。入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
我信信，王同教会圣道上通，做下面众体搁我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这是咱来启用，咱三甲来交托启用文，启用文第13篇，记载伫圣诗后面1019面，也就是诗篇第42篇。我来启，会众来应。上帝啊，我的心迫切羡慕你。我的心喙打羡慕上帝，永远的上帝。我暝日用目屎准饭吞。我早前带众人做阵去上帝的厝。我对念这个代志。我的心啊，你是安怎郁卒？着仰望上帝，我犹顾要称赞伊。我的上帝啊，我的心伫我内面郁卒。你的步步出声，深恩甲深恩相呼应。你是上主施落伊的慈爱。一声，我要对上帝我的石盘讲，你哪会袂记得我？我会对着欺负我、拍碎我的骨头。我的心啊，你是安怎郁卒？着仰望上帝，我犹顾要称赞伊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圣在，圣在，圣在，全能的大主宰，天顶地下拢充满你的荣光。荣光归伫你，就是至高的主。主啊，你是真理的源头，是光明中的光。你拍开阮的心门，互阮看万米到真明。主啊，阮要感谢你，无论顺境逆境，拢有你的同在。佮得到你稳定的保护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所犯的罪，求你照你的慈爱怜悯阮，撤销阮的过失。主啊，求你使阮束缚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阮敬拜你的时欢喜，学乐你的时快乐。主啊，求你赏赐阮智慧，互阮听牧师的讲道，通受圣神伫阮心内激励。主啊，阮要为着仰望你的人，甲礼拜中学乐你圣名的人祈祷。无论因敬拜的方式怎样，求主用仁爱来接纳因谦卑的求祷甲学乐，佮赏赐因永远的活命。即时，阮要同心为着教会暑期的活动来祈祷，有儿童夏令营、敬拜、音乐会。求主赐阮能力、气力、勇气、疼心甲智慧，每一项事工伫阮的服侍中，拢有你的同在甲保守，也得到你的悦纳，搁通荣耀你的名。主啊，阮也要为着教会中年老的长辈、身体衰烂的人，恳求主亲自安慰、医治甲看顾。阮也要为着出外的人，无论工作、当兵、求学，恳求主每时每刻拢甲因同在。阮也要为着台湾即块土地的百姓祈祷，
恳求上帝亲自掌权，使阮平安过日。愿阮所有的求讨求上帝欢喜接纳。阮安尼恳求，拢是奉靠国外的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阿免。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我求你听阮求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听阮恳求的声。赞美，请雅音。今仔要吟的诗歌是哦，真水无比。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，
记载伫圣经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8节，另外一位是罗马人书12章1节到2节。我是真诶葡萄树，我诶爸是做园诶人。既若连伫我诶枝无结果子诶，伊就散起来；既若结果子诶，伊就收互伊清气，互伊结果子搁较济。当恁因为我所甲恁讲诶道理已经清气啦，恁着踮伫我，我也踮伫恁。设使枝无连伫葡萄树，就袂为家己结果子。恁若无踮伫我，也是安尼。我就是葡萄树，恁就是枝，踮伫我，也踮伫伊个，就结果子侪侪。因为甲我相离，恁就袂做啥物。人若无踮伫我，就手气煞伫外面，亲像枝煞孤大。人扣因迄落火就烧去。恁若踮伫我，我诶话踮伫恁，凡若所爱诶，恁着求，就要互甲恁诚。恁结果子侪侪，对安尼，我诶爸得到荣光，也恁要诚做我诶学生。第2位记载伫罗马人书12章第1节，兄弟啊，所以我因为上帝诶怜悯。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，是我的圣的，上帝所欢喜的，这是恁心灵的服侍。无得甲即世间相款，着用心智换心来变换家己，互恁会明白啥物是上帝善良、通欢喜顺全的旨意。愿上帝赐福，互听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。讲道请苏进财牧师，今仔日的题目是更新甲成长，请大家恭敬来听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耶稣讲我是葡萄树，恁是枝。枝若无养种，是无可能生出葡萄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既然做葡萄枝，爱转变，爱成长，才有可能结出果子。但是对咱年纪大的人，咱拢知影，要改变是一件足困难的代志啊。我毋知影兄弟姊妹，你甲顶礼拜是毋是来做礼拜拢是共位啊？咱无爱变啊！有一间教会，正月初我去讲道，后一个礼拜，因为牧师拄仔离开。会友减真济，在做礼拜，后壁爱扛轮椅，所以甲最后一排椅仔拢收起来。真济兄弟姊妹入门头一项代志，就是找无家己的位啊。因为礼拜2已经变起来，椅仔拢变起来吼，根本都袂习惯啊，拢袂习惯。有影真困难。俗语咧讲，岁月如梭，马齿徒增啊。其实吼，咱感慨是撩痕哪来哪济，头毛拢变白。一目年久拢变做老人，总是兄弟姊妹，你敢会发现，年纪哪来哪济，上帝所赐的智慧、稳定，到哪加添伫你的心上，敢有伫你的心上？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，爱经历破碎、痛苦、目屎，爱互上帝更新、重新来立，是重新来塑造了。你才有一款感恩、甲满足的欢喜啦！我17岁当选教会青年团契会长，足少年。我听讲迄阵我的牧师呢，我规暗困袂去，讲这个才哥足细汉，就做会长啊！有一个执事嘛替我足烦恼，伊就等一本册互我，这本册叫做《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》，这是你初生写的。我17岁那读有啦，当然袂了解哦。后来我才知影，这是咧讲灵魂体三项的代志，都是较重要。伊咧讲破碎啊！甲年纪真济吼，我才知影讲迄个生命要成长，你若无破碎吼，无法度成长啊！你无改变，你无可能成长啦。今仔日无论兄弟姊妹，你伫教会职务是甚物？我毋知你内在信仰的光景是甚物？你敢会感受上帝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？
哪来哪甘甜的祝福啊！啊是讲你背规身躯的痛痛、埋怨、受伤的伤痕啊！基督徒信仰活命要得到成长，咱来经历一寡内在的更新。头一个是你内心来得到医治的更新。每一个人生命的旅程，对咱做囡仔一直到成年期发展的过程，咱拢咧经历欢喜、快乐、创伤、失败、忧愁等等。到一日，咱会当自我反省，而遐调整，而遐重新来互上帝立，我重塑啦，互上帝立。咱的内心才会当得到上帝医治甲赦免。遐日即摆才会是袂当倒闪的经验。你倒转来看，咱今仔日生命中种足济的迄个苦读，咱无介意、无欢喜，也是讲咱今仔真有成就，互人敬重，也是讲咱今仔拢互人看见。其实甲咱过去的好歹、成功失败的经验，拢有关系。就是讲，你甲你过去的这人生的经验，拢就有关系。耶稣咧讲，勇健的人无欠医生，独破病的人就对。耶稣伫遮咧讲迄个破病的人，毋是咧讲迄个真正就爱去病院看病的人尔，是咧讲咱所谓兄弟姊妹，咱无健全生命的基督徒，咱无论伫心灵顶面，无论伫情绪，也是讲伫人格上会无完全甲欠缺。才会拢会通，因为上帝来到上帝面头前来得到医治啊！今仔日咱来感觉讲我真高、真优秀、真厉害，哦，感觉咱讲自我感觉良好。那呢，今仔日咱毋免来教会啊！你嘛免讲做基督徒啦，你免信上帝啦，你就家己接好，你家己做上帝啦。我较不爱用，我较用更新这个名哦，因为生命的迄个软弱。咱即马真爱讲迄个缺口啦，哦，生命的缺口，什么人要甲咱接住啊？啥人要甲咱接的？咱的无健康，咱的罪性是普遍的、延续性的，心灵若无更新，咱70、80岁嘛是老样子啊，规身躯拢是刺，规身躯拢是刺。独咱一世人当通过信仰活命的帮助，咱不断而且透放家己，重新塑造家己。内心各一届来得到赦免、更新甲医治。你今仔日圣经节咧写讲，爱修互伊清气啦，你才有可能结果子节。这修互清气是啥物？我毋知影你即摆过去你读圣经节的是伊个教清气啊。你种葡萄人伊知影啦，虽然足大枝吼，你若无修剪，未生果子啦，未生果子啦。迄是咧讲管教。基督徒生命中间受上帝管教是一个足重要的功课。你启示录伊安尼讲，既然我所听的，我就责备来管教伊啦。我听，咱的囝共款，咱来甲管教，因为听伊啊。伫希伯来书12章第7节讲，恁着吞忍，是最警戒的路用。上帝款待恁，亲像囝，兼有囝无互老爸警戒，正囝所有份的境界，恁若无收到，就是偷生，毋是囝。讲偷生嘅，吼，私生子啦，私生子啊，你毋是上帝囝，受管教才是上帝所爱。无受管教，你是咧行家己的路，你毋是咧行上帝以外的路啦。受管教，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才有可能伫逐日的生活中间，伫每一项真重大的服侍中间来得到成长，而且安尼通过咱有限的活命，才会通来结出果子，来荣耀上帝的名。第二项要更新生命，要更新成长，要经历圣神的同在。今仔日圣经节内底，咱定咧读这段圣经节内底有一句，伊讲：恁着踮伫我，我也踮伫恁。你们要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我不知道这在讲啥，兄弟啊，你会体会无？这不是在讲男女的爱情，那个你侬我侬啊。你会体会安怎踮伫咱的内底？这其实在讲圣神的工作。
通过圣神伫咱的活命中间，咱甲主三个结的。圣神是基督徒生命得到更新的一个水泉，一个泉源。圣神的同在、帮赞、引带，是对咱受洗礼、顶头生内底、顶头生了后，内在起做一个应允甲运数，毋是外在的加持啊所表现出来。真侪人爱讲咱受圣神充满了后，咱会当唱讲方言、唱灵歌，也是讲被指导吼。指导就是倒伫迄个台仔前吼，倒台所以真侪教会爱长老爱准备面罩被啊，因为平咧吼，长老爱摕面罩被爱扣会调啊咧吼。可能咱真少参加过即种的聚会吼，也是讲特别的充满。特别充满。最近我看到一个牧师讲到，伊用一个例足好，伊摕一粒鸡卵啦。伊讲这粒鸡卵吼，那一个拍互破，会变做啥物？伊敢若会当做荷包蛋，因为拍破了后，迄鸡卵无路用啊，敢若会当煎荷包蛋啊。伊讲这粒鸡卵若是有拍过，有受精卵吼，你豆豆啊，甲伊握烧，甲伊保暖，甲伊照顾。这鸡卵内底有一粒，迄只细只鸡仔会用伊的喙甲迄个壳脱个破茧而出，伊破壳了，有一个新的活命会当出现啊！我感觉这个比喻足水的，圣神伫咱的内面啊，毋是即摆要甲泡破，是伫你的内底有一个会生出新的活命，一直出现伫咱的内面。所以每一届咱读圣经了后，咱咧祈祷，咱咧安静来到主的面前，咱拢当体会圣神的感动甲同在。圣神的催逼咱，用更较谦卑敬虔、诚实的心来到上帝面前，而且做深的反省、认罪甲决志。而且这款的工作是咱逐日爱去面对的，毋是咱去参加一个特会才有可能有这款的感动。几当前我伫册房咧拍写讲章，咧看电脑时，向阳电脑作首诗歌，足水的诗歌互我。这首诗歌讲主我愿，主我愿单属你。这是一个修女写的所唱的，这是华语的歌哦，真水的歌。这个歌甲咱生活里咧现的诗，甲咱唱的圣诗无啥共款，就是讲我家己，我甲主的关系，我会当来到你的面前。我的主，我先，咱请请侯老师甲咱弹一解吼。这首祈祷的诗，我羡慕你，愿你的爱来吸引我，使我的心单单爱你。耶稣啊，我需要你，连接我完全属你。愿你的爱来摸着我，使我心全然属你。摸着我，真正摸着咱的心啦！你的祈祷，你甲主面前来的幸福，咱就会来啊！我的主，我心爱你。我的主，我渴慕你，愿你爱来吸引我，使我心单单爱你。耶稣，我需要你，认定我完全属你，愿你爱来摸着我。心全然属你。我唔知影你即摆你有修诗歌一届，谦接来到主的面前，你的祈祷，你的心慕，望主望着你的心，主的话来望着咱的心。咱最后再来一届吼，用祈祷先。主，我心爱你，我的主，我渴慕你，愿你爱来吸引我，使
纯洁幸福的心的时，咱拢会当用这款欢喜、甲主密切的沟通、甲结连来到伊头前。基督徒一生的故事是啥物啊？咱的见证是啥？是咱不断甲主相甲结连的故事，去体会迄个你点伫我，我也点伫你；你属伫我，我也属伫你的一种的感受。啊！伫旧约圣经何西阿先知伊讲，用智慧的手甲仁爱的大牵引啊！我用慈神爱手来牵引他们，就用这种的手甲咱结连，甲咱结连起来。咱才会当经验伊真实的同在。期待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拢有这款。逐日圣神的催逼甲感动，来到伊的面前，日日心智换心变化家己，来成做主的奴仆，来献身做活者，来做侍奉的工作。第三项是基督生活的敬心。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，毋是讲咱基督的时，咱才当甲主交陪。基督徒一世人就是要建立一个有规律。无长期基督的生活来做自我的操练、自我的反省的工作。你即摆咱来相信基督，咱的周末拢会摆咧真侪大道的事项。咱来为着长老教会整个伫台湾宣教的工作，咱的福音的处境来祈祷。咱来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，为着咱教会会当聘到适当的牧师来感恩。咱来为着真侪软弱年长。软弱病痛的兄弟姊妹，在集体来祈祷。咱来为着生活伫咱身躯边，真侪咱的亲情、亲人、朋友、失丧的灵魂来祈祷。教会侍奉爱起做一个信牧主，得到能力、同心、有负担的祈祷会。真侪教会一段时间无牧师，就甲祈祷会就停下，暂停。啊，无就是礼拜前讲，啊来礼拜前10分钟祈祷，哦，10分钟我刷就刷哈，这是真侪教会的现象。顶礼拜六伫树林教会有一个中级的训练会，我毋知咱有偌济兄弟才去参加。迄届训练会真特别，就是请树林教会苦行道牧师带因的中级来分享，讲中级中间要安去做迄种互相的祈祷的 QT 啦，3个人、4个人一组，咱普通是有款做这款的祈祷。我咧看因的周报吼，因大概开中级会进前就是有训练会甲祈祷会啦，毋是讲咧开始哦，咱对第一案开始讨论啥物报告，因为科牧师10几档来，伊感觉这顿人。要三甲同工，三甲军队耶稣，诚做教会上重要的干部。咱毋是干那来开会尔啦，咱彼此若无结连、无沟通、无做伙祈祷、无了解，咱无可能一日上帝的手，诚做有路用的同工啦。当然，咱开会有开会规矩啊，吼。过去我嘛常常咧教人讲，爱安怎开会，安怎备办开会。哦，开会有开会的目的。有听书，这是合伫教会管理啦。但是每一个教会侍奉者，咱来到上帝面头前，较重要是起做咱个人祈祷的这段。个人伫上帝面头前祈祷的这段，然后这个个人祈祷的这段，咱会当甲别人相甲结连，甲中职相甲结连，甲伫团契人相甲结连，伫教会中甲相甲结连。你要起做同心祈祷的这段，咱每一个人才有可能成做上帝的同工啦。
咱毋是真做南门教会长老执事尔，咱是真正是甲牧师共款，真做上帝好的萝卜甲同工。第四项，咱啊伫上帝话顶面来更新。咱知影读圣经是一个信仰的基础。伫咱中国有一间教会吼，某一个教会中间伊的长老吼来发中华福音神学院，伊参加一个延伸制的课程。了后，伊真有感动，伊讲：咱的教会来读圣经，所以开始开一个圣经学校。圣经学校了后，就是开圣经班。对青年对这中职就开始，逐个人拢真侪人来参加。这对真侪教会讲无简单哦。圣经学校伫教会内底，一直到20几年后吼，这间教会即马所有的中职拢是这间圣经学校毕业。然后教会咧开圣经课程的时候，毋免去请新人院的老师啊，这长老拢有可能家己来开课哦，家己来开课哦。这间教会几当前嘛有真大的成长甲改变啊！我咧讲哦，一个常常读圣经、研究圣经的人，伫上帝话顶面来下功夫努力的人，虽然未当保证伊的信仰100%正确，但是得到来讲，一个若无毋刻立上帝话语顶面来努力的人，伊100%袂当得到快乐，伊100%袂当得到生命的更新啊！有可能得到知识，尔。因为属灵生命的历程，若欠缺上帝话，是起做袂起来。属灵生命的历程，若缺乏上帝的话语，是不可能建立的。耶稣你加讲啥？讲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你来踮伫我踮伫恁。世事既无念伫葡萄树，就袂家己结果子。恁若无踮伫我，也是安尼啦。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都在我咧讲圣神的工作。佮另外一个来说讲，常常踮伫我的内面是啥物啦？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拢伫主会所少年时咧主会哦，主会所咧讲把主的话喝到你的生命里面了。要食啥物啦？毋是修圣餐咧食尔，伊是咧讲你要甲上帝教示上帝话，放入你的心内，食入你的心内啊。昼夜思想，日甲暝的思想，反刍再三呐。反刍就是亲像羊甲牛共款啦，因咧食草，草无啥物营养啊。但是伊食落去了后，亲像诗篇所讲的，带到安静的水边，迄只羊啊会甲伊较早伫紧张时阵食的草佮吐出来，喙佮剥啊，才佮吞倒转去，所以叫做反刍啊。迄个才会当诚做营养，诚做伊真正伊的营养。基督徒嘛共款啦，他毋捌读过圣经，对主日就对幼稚园就开始读圣经啊。但是圣经的话，咱虽然读过遮侪届，是咱定定搁爱读，因为年纪若增加，人生的经历成长，无共款的方法，无共款的带领，咱会当对圣经读出迄个，甲悟出迄个无共款的宝贝甲营养。拄啊，亲像诗篇所讲，讲比金比济好金较通幸无，比蜜比芳芳滴落来的蜜较甜啊！迄话伫咱的生命，照耶稣所讲，不断清出来，亲像水泉涌出来。上帝的话，上帝的教示伫咱每一个人生的坎站，一直清出来，一直清出来。期待咱逐日拢会对上帝话得到更新的快乐。第五项，服侍心态的更新。服侍当然是基督徒信仰活命受造就，得到上帝祝福的一个管道。总是有当时，当咱服侍的态度、咱服侍的方式、服侍的目标，若走蛇，台湾讲走蛇的，华语讲就脱轨啦，脱轨。也是讲无方式无正确的时阵。常常无得到利益，咱会承受较大的重担，较大的伤害。所以要甲怎样甲人同工？你一个团队服侍，一个 teamwork 中间，怎样互相尊重、顺服，来献身于上帝？迄诚做咱一个人，每一个人一个真大的功课，真大的功课。我捌一段时间做总干事
即8当中间哦，就是我所面对的是牧师啊，就是牧师甲传道师啦吼。所以我特别真侪感慨吼，真侪感慨。做一个牧者的职分吼，伊毋是咧计较啥，因为人政府咧升3%的薪水，甲中职会甲中职讲我啥拢无升安尼哦，这正确的嘛对嘛？因为叫无来啊吼，但是这敢是牧者爱讲的话啊咧吼。牧者职分是袂当计较啥，我爱做小哦。你敢会当顺服伊所誓约、所献身的上帝啊？拄啊，亲像咱今仔所读的圣经，伫罗马书11章，献家己的身躯做，就是我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，这是恁心灵的福祉。华语圣经讲理所当然，理所当然。我牧会时间中间有段时间哦，因为身躯欠安。所以甲教会请假1个月，去美丽一个山顶，美丽山顶，感慨真深啊！其实迄个上大的重担吼，是对心灵的压身、软弱，因为这是离开新人院足侪当来，我毋捌有的感觉，真可怕的感觉。因为我真惊听到电话声啦，电话弹哦，我就足紧张的。无爱甲人讲话。咱知影牧者甲人讲话是一个真重要的工作啊，所以我的心真消极，怀疑讲沮丧啊！我知影家己出问题，服侍态度出问题，我若无安静伫上帝面头前来休困，这个休困若是讲请假休困，是心灵爱伫主的面前降服、安静、自我反省甲调整。若无我无可能去做牧师，无可能去服侍人。做牧者甲做园丁，拢共款咧栽种、牧养的工作啦。总是做园丁吼，伊的对象，咱甲家吼、甲剪、甲插吼，甲做牧师无共款啥啦？迄花草袂讲话啦。牧师无共款啦，牧师的对象是形形色色、有喜乐哀乐的人啦。咱讲有米饲啥物？8种人啊，无共款的人啊，所以我家己捌写伫咱台北中会迄个公报，我写讲牧者一世人伊爱面对6种人，头一种人就是介意牧师的粉丝啦，即摆真侪牧师拢爱有迄个伊的迄个专栏吼，爱足侪粉丝，我讲做粉条，伊毋若粉丝尔粉条哦，有真侪人都是介意牧师，像我较少年时较缘投吼，真侪姊妹吼甲。平安哦，甲牧师握手咯，握足久诶。牧师流落会甲我算诶，算讲超过几秒。我讲笑，咱毋通甲牧师握遐久，即摆上好莫握手啊。伊就介意牧师啊，就是爱甲牧师讲话啊，吼，爱甲牧师讲话啊。牧师介意诶人，第二种哦，定定咧过年过节就摕几大堆物件来互牧师，牧师当然较介意即种人。第3种就是讨厌你的人，一个人无可能哦，100人就讲100个人拢介意你啦，一定有人几个人讨厌你啊，无介意你哦，也是讲你讨厌的人，牧师无介意的人，牧师哦，甲介气，大概开个拢要甲我对呛哦，无就嫌东嫌西哦。第5种是无厉害的人啊，无厉害的人就是来教会就做礼拜平安啊，就转去啊，吼教会代志伊也。无啥咧插咧吼，这个无厉害关系。佫有一种叫做观光客啊。你咱台北市真侪教会，真侪观光客。观光客就是啥？伊无固定一间教会，伊就今仔日南门，后礼拜北门，吼，过来东门。好个在无西门的款，吼。逐间去啊，讲足欢迎啊，逐礼拜叫欢迎啊，吼。特别若父亲节、母亲节，佫有礼物通摕，吼。这款的唯有就是无献身的一间教会，没有委身在一群人当中。我没负责任啊，我都来做礼拜就好啊。总是对牧者来讲啊，无论什么种人，拢是我做一个牧者，爱帮助人得到丰盛的生命，得到活命。迄是我一世做牧者一世人誓约，袂当闪避的职责啦。所以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服侍有成就无？
伫教会中间大大细细每一条灵魂的成长，每一条灵魂的得到失落，每一条灵魂的失落啊欢喜悲伤，牧者拢有责任，拢有责任啊！所以牧者爱常常伫上帝面前反省，讲毋是家己自我感觉良好，讲啊我都做95分啊，爱反省讲永远做无够额，亏欠上帝。有人因无介意我，是因为我的疼心甲耐心无够额，我就期待讲有一日我会当好好调整这款的心态，期待伫每一日的服侍中间，拢无辜负主的委托甲期待啊！这都是做牧者的心态，真重要，真重要，毋是去计较啥啊。教会以上的精神甲以上。伫箴言真重要，真济人爱读的圣经，若无默示以上，百事就放纵；独独接受律法的就福气，就福气以上。教会爱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方向。咱真济信徒甲中职拢毋知影，咱的台湾基督教教会，咱面对历史上一个临界点啊，就是讲迄个，咱讲做拐点啊。咱毋知影教会即马面对足大的挑战甲困难，真正教会真正爱关门，毋是睁开教会，是起来教会咧。所以咱的教会嘛需要转变，需要有一个新的意向。是若加讲一个视障者，就是伊看无伊的世界是对伊的触觉来决定伊的世界，就是讲伊手摸到对伊知影讲啊有即落物啊。一个戆人的世界是对伊的知识来决定伊的世界，因为伊听到什么，看到什么啊，特别讲电视讲什么吼，伊就想讲是安那。一个上帝所呼召罗卜受呼召者的世界，是对伊的意向来决定伊的世界。所以一个人无生活意向甲方向，伊是照家己的意思咧行，伊毋是咧互上帝欢喜啦。他是随己意而行，而不是讨上主的喜悦，是互家己欢喜啊。当教会无有坚强的意向甲共识，咱就无法度了解、找袂到上帝对咱教会的心意。教会无有清楚的意向，我们找不到上帝对我们教会的心意啊。咱可能有几样代志，咱唔知影，兄弟姊妹。咱们教会里全台北中会过去上济100间教会中间，咱对外奉献的比率是第一名。可能无人知影，因为刚才我会去做这个统计啊，就是讲咱的奉献对外的奉献的比率是第一名，就是讲咱毋是关心家己尔，咱关心足济遐个弱小团体、其他的教会、其他的事工，咱第一名啊，第一名。第二项就是伫二次大战后，我的老师欧博士来时，咱的教会伫迄当台北市咧发展的时，咱对迄个开拓教会迄款的使命、支持甲帮助，迄是一个关键的时代，迄是一个足关键的时代。我意思毋是咧讲过去的历史，我咧讲，咱咧定心去思考，当咱新的牧师要来的时阵，咱要即顿人要行迄对，咱咧受啥？咱伫上帝的手会当做什么？会当做啥？咱当超对着什么？当济人对教会现况有真大的期待，有真大的无满足感、不满足感的时阵，我感觉这是上帝的特别的祝福。因为有这款的祝福甲期待，咱才困去思考、去祈祷，也是讲咱搁一届受装备，用着异象，用着所差的票来跑走，来跑走。无咱永远活伫过去迄种习惯甲固定的生活甲智慧中间。我相信主要用咱的教会来完成伊的旨意，伫这个时代。我相信主嘛要使用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伫这款的时代、这款的教会生活中间，来成就伊的工作甲事奉。耶稣讲啥？耶稣讲：恁若常常地踮伫我的话也踮伫恁。既然所爱的，恁就求要创爱，
求就甲恁成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那你今晚你的祈祷是什么？咱今仔日的祈祷是什么？愿咱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咱的祈祷、咱的服侍、咱的祷话，拢会伫主耶稣基督内底得到更新甲成长。更重要，会通过安尼来成就上帝所应允伫咱中间要成就的意向。同心来祈祷。主感谢你，互阮伫南门教会诚做兄弟姊妹，做伙伫遮生活。阮嘛做伙受呼召来诚做基督徒，诚做你的学生。祝你一定有你水美好的旨意，你圣神常常的感动伫阮的中间，伫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，阮所经历的，阮所得到的，拢是上帝你的听，你的恩典。我要甲你三个结连，我的教会嘛要甲你三个结连，你才体会主你要永远来成就你家己的旨意，伫阮的伫这个时代，伫这个世界。愿你祝福今早起来到你面前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愿平平通过你的话，搁一届得到激励，得到引带，得到感动，得到利益。伫你面前恳求祈祷，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阿门。咱要用圣诗194首，开我目睭，互我看见，来回应咱所领受的信息。圣诗194首，会众请起立。众请坐，这是咱要奉献，请小文执事甲宁宁执事来宣献。
将车起立。会众请坐。这是我来报告。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，感谢苏进财牧师的正道，请为苏牧师伫新竹圣经学院的服侍祈祷。礼拜后，请大家留落来互相请安，甲去地下室做伙享受爱餐。这礼拜是妇女团契的服侍，后礼拜讲道是张德林牧师。第二点，小会公告：6月11拜三本会代表吴中勇、白友谦2位长老已经合同杜牧师前往台北中会中委会完成宪评的手续。杜牧师8月1开始上任，8月17礼拜下晡3点，台北中会会伫咱本教会举行杜牧师就任第6任牧师受职礼拜。第3点，7月到9月事工有定表，请各团契伫本礼拜2交予办公室。查经班到拜6底结束，7月8月是休困暂停聚会。第5点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属马偕医学院新年度要升级做马偕医学大学，本会执事叶丰毅医师用荣任名讲，荣任第1任的校长，恭喜原主亲自带领叶执事的事奉，恭喜。第6点，7到9月新安宫读经已经送到位啊，请大家家己去交代到去摕。副团契伫下礼拜日6月29要举行6月份的例会，礼拜爱餐了12点半伫5楼，要邀请李丽红姊妹专题演讲结束的秘籍，请大家留时间踊跃参加。教界消息，恭喜永和教会伫今仔日下晡3点要举行释教70周年感恩礼拜。大道事项，请大家家己过目。有一点就是咱本会郑泽正弟兄妈妈吼，咱怡婷老师的婆婆吼，伊郑丁满子姐妹6月7日文主文调吼，享年86岁。个别礼拜伫即礼拜2上午9点半伫二滨锦行路4楼挚爱视听举行，请为遗族代祷。这是咱来行平安礼。当中叫做一个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做上帝儿子。当中叫做一个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叫做上帝的主名。因为耶稣，
甲来吟圣诗402首，恳求主引带我脚步。吟诗完，请牧师祝祷。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保守引带，甲恁众大家三角地带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会众请坐，麦岛闭会定啦。没有通好，没有通好。好美哦，没有乱七八糟，你描美，乱了，因为还是。